呢段15分鐘嘅睡前靜心練習，邀請你用最自然嘅方式做臨瞓前嘅身心調整。呢個練習可以幫助你降低日間累積咗嘅壓力感，調整身心進入休息狀態。請先調整姿勢，為自己準備一個寧靜舒適嘅空間。盡量保持靜止，讓身體同接觸面自然連結，逐漸沉澱。我哋可以花少少時間去安定自己身體。首先，請你用力拉緊全身，握實拳頭，繃緊每一寸肌肉，甚至咬實牙齒。喺呢個狀態停留1-2秒。而家用口呼氣，同時放鬆全身。我哋再重複呢個步驟2次，拉緊你嘅身體，用力收緊，用口呼氣，完全放鬆。再一次拉緊身體，然後用口呼氣。鬆開所有肌肉同關節，調整你嘅呼吸節奏，輕輕吸氣，慢慢呼氣，讓你嘅身體變得柔軟同輕盈，等身體停留喺呢個狀態。而家將覺知帶到去你最容易感受到呼吸嘅位置，可能係鼻孔、鼻孔下方、喉嚨、胸口、腹部，又或者係聽到自己嘅呼吸聲。感受自然呼吸嘅形狀，可能係起伏，可能係擴張同放鬆，或者濕潤同乾燥，然後安靜觀察。隨住每一次呼氣，你可以選擇放鬆其中一個身體嘅位置，例如眉心、牙膠、膊頭、背部等等，再感覺佢哋嘅鬆弛感散佈至全身。我哋會喺度停留2分鐘。
而家我哋會一齊做一個有助放鬆嘅呼吸法，以鼻孔呼吸，吸氣數4下，呼氣同樣數4下。每4個循環後，我哋會延長呼氣。如果跟唔上節奏，亦都唔緊要，保持深吸慢呼就得啦。而家深吸氣數4、3、2、1，慢慢呼氣數4、3、2、1，深吸氣4、3、2、1，慢呼4、3、2、1，吸4、3、2、1，呼4、3、2、1，深吸氣4、3、2、1，慢呼4、3、2、1，吸4、3、2、1，呼4、3、2、1，吸4、3、2、1，呼4、3、2、1，吸4、3、2、1，呼5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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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、3、2、1，吸4、3、2、1，呼6、5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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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、3、2、1，吸4、3、2、1，呼7、6、5、
4、3、2、1，吸4、3、2、1，呼7、6、5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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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、3、2、1，吸4、3、2、1，呼8、7、6、5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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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、3、2、1。而家返到去你最自然、最舒服嘅呼吸節奏，感受一下以全身去呼吸嘅過程。如果你準備入睡，可以保持你目前嘅姿勢，或者做幾個深呼吸，再用自己嘅節奏返去日常。感謝你完成今次練習，期待下次再陪你睡前靜心。